咱坐船啊，快乐的出航好不？Taxi Thailand 安平 Water Explore 就是台南安平水上旅游探索的意思。因为看好安平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发展水上休闲活动，加上台南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是真侪国内外旅客上爱的旅游城市之一。Taxi 的发起人许桂珍，就是希望借由这项服务来推广安平的观光及文化。透过我们这个组织，把游艇跟安平的旅游结合起来，然后让船主跟船长、跟游客还有在地文化产生一个结合。变成说推广整个安平的水上文化，对，然后还有一些外国游客来，我们是小团体的，可以一个一个深度的跟他们解说安平的历史跟那个整个文化。其实安平本身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都市，也有很多的历史相关有趣的故事在这里面。受邀出席的议员李启伟表示，这个平台的成立对着台南海上休闲活动的发展真有帮助，嘛会当让安平进一步成为真正海洋大城市。安平有很好水域的一个条件这个都很好让我们来做一个发挥发展这个我们也期待这个我们借由这些一些水域方面，像水上计程车啊真的是一些游艇休闲观光的产业的一个推展推动让安平再进一步真正的走向这个国际海洋的一个大城。市府观光旅游局主秘郑道理表示，海上 taxi 是一个真创新的点，未来若是有外国游客来搭乘游艇观光，市府嘛会提供外语的导览，让外国朋友更深刻了解台南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创新，然后也跟我们在推动所谓的深度旅游，对城市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们未来包括像会来体验这样的游程，它的我是有跟徐董说就是说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外语的导览的系统也都建立多年那未来如果外国人那他需要这种外语服务的时候，我们希望给他更好，然后更能够了解我们在地人文历史故事的一个专业的导览解说。发起人许桂珍表示，耍游艇无一定要开大钱，海上活动嘛无一定是奢华休闲，所以伊才有海上 taxi 的构想。同时，伊也希望透过这项服务来推广台南的海上旅游。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